荷爾蒙斑打極都復發，係你搞錯打斑方向啊！用 Pico 皮秒或者1064納秒激光去打完好似淡少少，甚至好似冇淡過喎，好似將啲錢抌落鹹水海咁樣。你有冇諗過其他斑打完就冇啦？點解荷爾蒙斑打完會復發嘅呢？因為你一直當係一個色素嘅問題，但荷爾蒙斑呢，從來唔止係色素咁簡單嘅。有啲荷爾蒙斑底層呢，係有微絲血管嘅問題，好多研究已經證明啊，呢啲異常微絲血管會不斷刺激黑色素細胞嘅，令佢持續製造一啲新嘅色素嘅。你打走一批，佢又製造一批，所以咪打極都唔完咯。呢個問題呢，就好似你間屋發霉一樣啦，你不斷抹走啲毛菌，但係濕氣一直存在，過幾日嗰啲毛菌呢又再生翻出嚟啦。所以真正處理荷爾蒙斑呢，唔係淨係打色素嘅，係要處理埋底層嘅微絲血管，切斷呢個不斷激活色素嘅源頭。呢種要雙重同步處理，要去色素之餘呢，又要去除呢個微絲血管呢，係需要用毫秒嘅，並唔係用 Pico 皮秒或者1064納秒激光嘅。如果你打荷爾蒙斑打多次都不斷咁復發呢，唔好再用同一個方法打啦，係時候要換一個新嘅方向啦。如果處理埋微絲血管仲係經常復發，問題出喺邊呢？下一條片呢，我就會講呢個問題應該點解決啦。想了解自己嘅荷爾蒙斑屬於邊一種類型，歡迎預約我哋一個免費嘅皮膚諮詢。